2013年11月，苗栗火车站有了新门户，跨站式新站房启用。当地联合大学建筑系学生将露台转变成艺文展场，体现建筑的概念与人、环境、感情产生连结。题目是铁道文化展览馆，所以我们也有把客家的文化带入，用纸箱作为展柜，然后把旧翻新，也是客家人勤俭持家的一个精神所在。靠站、岁月、山峦里的开拓者，学生们脑力激荡，作品呈现火车的历史，也表达月台上的盼望、游子的思念。结果我中不开，有多久没回家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隧道就是因为回忆上在坐火车有一个比较强的印象，就是你在过山洞的那一刻。我是台北人，然后台北来到这边求学，火车是我唯一的连结，它是载着我们的思念。求学生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也开启了另一种思考。透过铁道博物馆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题目，可以让他们从观察这样的一个苗栗的门户意象，然后开始了解这个地方，体验，然后去解读，然后透过他自己的诠释，然后再参与这个地方的再活化。为了展览做过的基地访谈、客家探访，了解自己对土地有什么期待，往后都是养分灵感。这堂课有学生带来了爸爸务农用的肥料袋，客家花布的概念，把一些剩下的杂布拿来拼凑起来，然后凑成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块布。然后我们想，我们也是可不可以把这些剩下这些都花色啦、大小不太一样的肥料袋，就是这种的布，拿来拼凑，然后也呈现一种客家人这种勤俭的概念。年轻的想象在课堂上飞扬，也许若干年后，建筑设计里的客家意象会有更多新的活力。上课喽！祈求无种无开的，有一参的嘞；祈求无种无开的，有一参的嘞。谢谢宗仪老师。